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yan，歡迎嚟到我爆卡頻道。今集同大家開呢一盒嘢呢，就真係一年開一次咁滯嘅。MOZ 召喚王復刻版，今次出到第3彈啦，咁就基本上呢，就出埋今次呢一彈呢，就會理論上好似全個格里夫篇係會出晒咁滯噶啦。咁就我哋開箱啦，係啊，事不宜遲。OK， 咁就開咗之後個盒咧，同上一兩條片嘅外殼咧，基本上都差不多嘅。咁都係一個叫做格里夫嘅顏色啦，外殼咁樣樣啦。咁就係嗱，今日我哋開嚟睇睇先啊。好，咁就同樣應該都係復刻咗一堆召喚師、召喚獸之類嘅。哇，好大沓！同埋好似今次有幾個新卡嘅，幾張新卡，睇一陣開埋佢先。卡套卡盒，哇！佢今次有埋個卡盒喎。OK，咁我哋開始。OK，咁我哋講一講個配件方面先啦。咁配件嘅話，佢有盒卡盒嘅，係啦，對應翻個主題咯，格里夫篇，係啦，大背獸喺度。係啦，咁跟住就係個卡圖，藍藍地色嘅，係啦。跟住就呢啲應該係教學啊，同埋一啲叫做 QA 之類啦，係啦，係啦。OK，咁我哋進入卡嗰方面啦。OK， 咁我哋就先睇第一沓先啦，因為佢今次係有啲新卡嘅，咁我又唔知佢啲新卡放喺邊一沓，咁就一次過睇啦。OK， 一啲奇蹟大師啦，好，跟住就胡特，哇咁快啊 ！OK， 波油嘅 C 版，哇！所以點解我話？我有啱先有冇講啊？復刻咗呢啲卡，哇！當時係非常之貴嘅。我想講係，即係你就算收咧，呢啲卡咧都好貴嘅。古比三倍獸齊晒啦，係啦，奇拉拉，召喚師方面嘅係啦，閃光男爵。應該出晒嘅啦，理論上格里夫篇今次第3彈出晒成個格里夫篇嘅，理論上應該。真巴雜誌即係玩魔道重要啦。OK， 布玲玲，話呢啲又係貴卡嚟嘅，基本上係，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好啊！今次復刻呢個。OK， 咁就應該係到召喚獸方面啦，呢一沓係召喚獸方面嘅地龍、樹龍 B 版嚟嘅喎，呢啲全部係閃光龍、貝龍、北海龍，哇係大巴茶，係啦，又係一個特別卡嚟嘅。OK。仲有一張喎。OK， 貝冰，哇！副颱風系列啊，呢幾張，仲有一張嘅應該啊，妖精。OK， 鬥神妖精，大巴茶。好，咁就副颱風系列，柏加戰隊。話當年呢一張我玩格里夫嗰陣時玩心，
我俾呢張黑死，心不能還原。好，我哋第二沓。OK， 我哋去到第二沓啦。大背龍，哇！呢啲好似係100龍喎，呢幾張。水少女 SP 封鎖 Change 卡啦 Hell 卡，哦，哇！喺呢一張終於嚟啦嚇，貴卡嚟嘅呢一張，基本上係封印之湖，對手嘅所有龍全部封晒，不能還原。咁呢一張嘅話咧，基本上如果呢隻中文版買嘅話咧，都我諗都要成千銀以上啊嚇，成千銀。封印之湖，魔導眼，OK， 臂環之蛋。魯魯巴比嘅照片，天之翼古比嘅咒語，飯團召喚師替換。OK， 好，嗱呢張又係神秘追蹤者，波殺手嚟㗎，簡直係。OK， 柏高費利。咦，咁搞笑嘅，佢又重複咗啊！佢又重複返嗰啲面具，咁搞笑嘅，我想問係咪專登？佢先前嗰啲面具好似都係，咦？但又好似有少少唔同喎，係火佛。咦？唔係喎，真係喎，啲佛面具好似又再V 晒嘅嗬。OK， 好，繼續黑暗龍。哇！應該理論上睇返啲卡嘅話，應該都真係出晒嘅成個格里夫。OK， 我哋開埋最後一沓。OK， 咁我哋最後一沓，而新卡入邊咧都係喺最後嗰幾張噶啦。手牌補充，天之奇蹟，咦，真係復刻翻喎嘛？又嚟翻天之奇蹟，屠龍劍，屬性無善惡魔的裂痕送還。哇！呢啲係主要卡，佢再復刻翻唔錯喎，真係。好似第一彈嗰陣時有復刻過喎。奇魔導劍，哇！呢張勁嘢喎，真係。魔導劍 ，OK， 一啲組合啦 ，Pawn Center 卡 ，OK， 我攞咗幾分嗰啲啊，好，跟住到新卡同埋一啲閃卡啦 ，OK， 水晶龍。超靚呢張水晶龍，魯魯巴比係啦 ，OK， 黑暗雷克斯魔導眾，奇異兔係嘛？22歲或以上嘅男召喚師又係封天不能還原，哇！好驚呢啲嘢，呢啲新嘅卡 ，OK， 係啦，新 Hell， 終於封背啦！呢一張格里夫個背好勁，終於你整張封背嘅。星之能力 ，OK， 自己召喚師，對手 SP Hell 無效化，哇！封 SP 同 Hell 喎，即係咪有少少似即係有少少似
三倍獸嗰種專武啊。OK， 好，咁就呢個格里夫篇嘅話，基本上你都我估應該係復刻晒嘅啦，成篇今次計埋第3彈應該復刻晒，連埋有啲新卡方面，咁就係咯，咁 OK 嘅，真係其實一個回憶嚟嘅，我又覺得今次呢個復刻嘅話係啦。OK，咁今日嘅開箱就去到呢一度，咁如果有興趣我條片嘅朋友，不妨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